学这边先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当然这个圣经故事是候选从里头把它改编出来的哈，不是原本就这样啊。好，那耶稣基督过世之后啊，他的弟子在讨论他们要怎么办，结果啊，这个大弟子啊，约翰就说啊，我们师父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什么代替师父来传教？然后二师兄就说什么，我们去传教不是很想啊，可是我的家人怎么办？对吧？然后啊，这个马太就说很简单，如果我们大家都搬来一起住，那他们可以什么互相的照顾。所以雅各就说是可以啊，互相照顾可以。可是我们如果出去办道，我们如果出去传福音，那小孩子怎么办？没有爸爸这样教小孩，很麻烦呢。这个彼得就说好，那我们留一个下来，然后啊，当做孩子的老师。我们这些人都跟过耶稣基督，那留一个下来教小朋友，是不是？那其他人可以出去办道。有些人看得懂这一个故事在讲什么？所有的事情，只要你有心，到最后会达成共识，就会找到方法。如果我们没有心，到最后会找到借口，然后找到什么理由？所以，所有的人到最后，他们就说：好，我们要出去传道，然后也要向什么自己的小孩传道，是不是两全其美的一个做法？我们看《论语》里头，孔老夫子走后，他的弟子实际上也是很类似的，留一个下来教，其他的呢，他们代替这个孔老夫子，然后把这个教育传到整个周天下去啊。那接下来或许在还没有开始主题之前，或许先讲一下渡人还有成全人的一些方法。那今天实际上也很抱歉各位学姐想从或许这身上看到很多成功的方法，恐怕不容易，因为或许是一个失败很多次的人所以成功的方法可能不多，但或许失败的方法不少。但或许屡败屡战所以实际上失败越多，换个角度来看，你就越接近什么成功。所以听说那个开战斗机的那个飞行员，他们怎么样评分呢？就是你能摔越多次飞机，然后每次摔飞机的方式都不一样，你的分数就越高。这样了解吗？因为他尝试过所有的错误，是不是？只要你知道错误，就懂得什么修正嘛。所以你只要知道错在哪边，实际上你离成功是越来越近。所以我们在渡人，你一开始一定渡不到人，但渡不到人，你不用灰心，因为这代表什么？你离渡到人又进一步了。所以每一次你碰到说啊，我同学不求到，我朋友不求到，我邻居说不要，你应该很高兴，哇，太好了，可能再2次就会来求到了，再2次他就会肯定我们的。所以啊，很多实际上后学这么多年，上次在那个人才班碰到庄经理，庄经理问后学说，哦，他想是你怎么会这么有动力？实际上没有什么动力，就是什么做你喜欢做的事。做喜欢做的事，你就会想出方法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好像说，我们不谈说做喜欢做的事，有一间店是你很喜欢吃的，今天这一条路突然被封起来不能走，你会怎么办？你自己就会想出一条怎么绕路就绕到了。所以只要你喜欢，你就会找到方法，你就会找到乐趣，然后乐在其中。所以有些人他知道说，我们道场很好，所以他想要来接近，想要来学习，这个当然不错。可是或许会觉得说，如果你发现这样子来修道，那是有一个整体性的道场在护持着你，所以你觉得不错。但如果有一天道场没有办这么多活动了，那相信你的动机就没那么强。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乐道的人，在办道里头。即使别人不办，你自己一个人出去找也是什么笑嘻嘻的出那喜欢就会找到方法。所以
或许这么多年，或许一直在想说，我们道场当然有很多标准，可能有达到3多4哈，叫做成功。那可能有，你开设了新佛堂，你开了新的研究班，那这个可能叫成功。那对于后学来讲，后学会觉得修办成全是不是有成功？他的目标在这边，就是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你，然后呢，真正的爱你。实际上，你只要回过头去看哦，我们没有建立什么很伟大的功绩，我们身上也没有很伟大的德性，但实际上，你只要回头看，10年过去，你会发现哦，你的后面就有一群，我们现在叫粉丝啊。那以前没有粉丝，就是说他对道很什么，很有信心的人，他跟在你后面一步一趋。然后呢，当你有时候我们办道难免心情会比较低落，他们会鼓励你。以前是你鼓励他们，现在他们会鼓励。当你可能不小心摩托车坏了，车子坏了，你都还没说要先去修，他们已经帮你说啊，我已经找到哪一个师傅了，我会给你小改哦，那个很便宜，钱还是什么他们要出，就会有这种人。我们修办道本来我们想说我们要去度化众生，没想到最后是什么？他们拼了命想要帮助你，所以修办道什么叫成功？或许觉得说你爱他们，然后呢，他们反过来更关心你。所以修行要抓住这一点，不要只是表面的数字而已。好，那各位浅显，有没有什么叫最佳的渡人成全人的方法？有没有？有的浅显，麻烦赶快举手上台啊！就在课我跟你讲。因为或许觉得，如果有，实在非常好。或许举个例子哈，如果说我手上有一份100%确定会求到的名单，各位学姐，你们想不想要？再试一下。我手上有一份100%会求到的人员名单，各位学姐，你们想不想要？想要。有没有这一份名单？坦白讲，我也很想要，如果有，我100万给你买。可是实际上你找不到这样的。后学啊，发现这个当然是个人的经验。最好的成员的方法就是什么？最棒的，后学觉得最好的就是面对面啊。第一个就是家访，亲身实地的到人家家里去拜访一下，这是最好的方式。第二好的方式就是什么？打电话，因为有时候真的不在或者是什么，没关系，打通电话。那最好的话，3个月内一定要打1通电话，不管熟的不熟的，认识不认识，只要你手机里头有什么，有他的这个电话的都可以打。而且我们现在好像往内互打还是什么，免费，那多打几分钟没关系。那打电话确实可以联络感情。第3顺位是什么？用 email 啦、Facebook 或者是 Line， 那这个其实也是不错啦，因为它很及时。但或许觉得，用 email 可能有障眼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 email 上 po，他们出国，夫妻出国去玩还是什么，那或许去他家的时候，或许就很高兴，或许就跟他讲说，哇，好羡慕你们夫妻哦，我看你们上个月要到日本，哇，那边下雪，哇，很棒。结果啊，先生就把我拉到一边说，没有啦，因为我跟他越来越没有默契，所以想说带他出去会不会更有默契一点？不敢讲，有公要先会多，他不好。他说啊，他们夫妻已经是什么，快要濒临这个叫什么，写这个协议书的这个地步了。越接近写协议书的地步啊，就会越想要用什么物质来弥补，所以人很奇怪。那如果说我们只是看照片，用 email， 你看他都传笑脸，实际上他可能在哭，这个是有误差的啊。那或许渡人渡到有时候晚上再回去很灰心，那都会乱想，或许在想有没有什么100%渡人，他一定会来求道的方法。后来真的给我想到一个，
你们想不想听？但是这个有一点，这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啊。我就说想到说好，接下来的问题你只要点头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要不要叫到啊？要，这个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啊。因为实际上没有100%什么渡人成功的方法，绝对没有。如果你有，然后觉得你要赶快跟人家分享。如果你发现渡人讲了什么话，人家就很高兴来辅导，或许觉得你赶快跟我们的讲师、讲师分享，因为这个非常重要。那或许这么多年，或许发现好像没有。这个是自我安慰了哈。好，那接下来有时候我们会接到我们渡的人，或者是我们想要成全的人，他们抱怨的电话，那怎么办？那实际上后学怎么往上跳？后学的心理都是这样的，这个都有一点自我安慰了。如果人家打电话来抱怨，你就想那还好，他既然打电话来抱怨，我至少可以弥补什么以前做错或者以前不圆满的地方。当然，这个错误有时候可能其他主线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办突击班有时候走到学校发现这个学校早就被其他的主线给办坏了。他们说只要是基金会的，只要是一贯道的，通通不要进来，这个都有那没不错，如果人家愿意跟我们抱怨，那你就听就好，你不用说对不起，因为不是我们做的，所以不用说对不起，你只要听就好。然后呢，拿出你的记事本，表示什么？很认真在听，然后把重点记下来。然后学的习惯了，隔3天之后打通电话跟他说什么？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之前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就好了。那很多人之所以会抱怨，他并不是真的对我们不满，他只是想抱怨而已。那抱怨呢，我们突然又跟他讲了一堆，那很麻烦。所以我们一直有时候我们都站在我们好像是专家的指导这种角色，跟他讲你要放下，你要看看。可是实际上他的抱怨不是要听到这一地方，他只是要有人听他抱怨而已。那你就当一个什么忠实的听众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各位浅显有没有在我们那边是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怎么克服家访的这种恐惧？因为大多数我们讲说拜访哪有什么，你去好朋友家里有什么好害怕？你老公被他堵，叫你来开发会就惊惊，我们会跨不出去如果说今天是去他们那边去打牌的，去约说要去爬山的，大概都不会怕。但如果说今天是要约来什么？约来办道的会怕，而且发现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不要想那么多，马上就出门。当你在想会怕的时候，对不对？都要处理处理的对吧？你就不会怕。然后你在想说这一通电话要不要打？要不要打？简单的拿起来按下去就对了。按下去电话开始嘟嘟嘟通了就会讲。你不讲，永远都害怕，会有借口。什么样的借口？或许都帮大家想好了。我很忙这个礼拜我已经有参加很多次了，我已经有找人，今天有其他的事情要办，我看先不要去找了。家访那个资料我还没有准备好，准备好再出去。还有什么？今天到场有班，今天到场有法会，所以我要来法会帮忙。实际上你也没有报名你要参加什么活动，可是这个是一个借口。还有呢，最常碰到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找人，不行，这一天连假。奇怪了，平常说没空，他连假了也说不行，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所以这个都是借口。还有呢，早上现在去拜访太早，中午现在去拜访太热，晚上今天寒流来，拜访太冷了，或者是等一下下课再去找人太晚了，是不是实际上这些并不是问题。所以恐惧不是问题，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只要你克服就好。这个我们张医师一定知道，恐惧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种状态。你只要面对它，然后做过1次、第2次就不会怕了。所以所有的事都在第1次困难。各位学员，第1次跟你爸爸妈妈讲我要吃素，那时候是什么情况？想一下就知道。
子啊，一些小物件，那个戏，最后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没有啊，妈妈说好了，然后就去买锅子，然后呢，对不对？还去买好一点的沙拉，买现在这个有毒的，所以通常都是啊，自己吓自己才是最大的恐惧哈啊。怎么达成3多4好？实际上，或许觉得道路量跟人脉的广度，那个广度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想，怎么认识人，然后呢，有什么方式？比如说，你是中医师，那你可以用中医师的这种专业跟人家结缘；你是车子的钣金技工，你可不可以在人家牵车子来你店里修理的时候，跟他什么结缘？候选单位渡人渡最多的是一位在那个幼稚园当幼保师的，他没有求到底钱，他觉得就是把小孩子顾好而已，他没有什么爱。可是求完道之后，他真的关心小朋友。一个老师真的关心小朋友，家长看不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因为家长也很爱他的小朋友，所以他看得出来老师在爱他的小朋友，所以他要顾他的小朋友就很快，他要顾家长就很快了。所以用你，其实实际上这个候选没有把答案讲出来，实际上就是用你的专业去跟人家结缘，但不要那么计较，都要收钱哦。如果说我们来到场，那你义诊就不用收钱了。如果有推拿的，是不是偶尔多出时间去帮人家家访的时候，给你俩连啊你要去编辑，给你给，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道路目标啊，实际上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我们屯区可能比较厉害了，但我们那边哦，大概就是30% 啊。你这个系列，比方说今年你认识了1000个新接近道场的人，大概就道路量大概就超过了300。然后呢，法会量大概就100，研究班大概就30-40个，这个广度大概是这样子的，大概查找上的抓30%，大概是我们乙区大概差不多这一个标准。那如果说你拜访的频率增加，这个百分比就会什么拉高。所以我们以前不是有一句台语讲法，卡那行喏，狗不摸扫描啊，所以这个是走出去的问题，不在于方法。还有，那常有道歉问候写说，我们去家访，我去拜访他，我有拜访过了，那还要拜访？那到底要拜访几次？到底要拜访几次？那实际上啊，我们通常第1次我们就不去了。如果他说不要，那我们就再也不去了。然后写的，后来发现了，通常都是第5次的时候，他开始会问你问题。前3次、前4次哦，你去引导，引导你给我影响，要不然就先生不出来，都是太太在照顾。就是我们如果办读经，对不对？妈妈带小朋友的。可是啊，你如果常去他家到第5次左右，你会发现啊，他们都会考虑哦，他会问一些很实在的问题，他会问说，那个我们法会是多久？我们法会是哪个时候？这个都是很实在的，就是他有没有真正去考虑了？有，好，那也不是说一直拜访下去了哦，人的寿命有限哦，所以呢，或许啊，有个限度，什么限度呢？当我们去回来自己，不管是你在做成全记录，还是在想这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说，因为我身上所有的方法都已经想遍了，真的帮不上他吗？那你可以先把它什么得想，哦，先去找什么其他你觉得更需要成全的，或者是对方，杨诺，你不要再来了，你再来我要打电话报警啊，告你骚扰。那如果说对方很明确的情绪跟你讲什么，你迈过来啊，我会做多严，那我们就人家已经有这样讲了，我们就尊重他，但不代表说什么，不代表就不去啊。就真的刚好今天就经过他家门口，就进去一下也不会怎样啊，绝对不会怎样。那还有，我们真的想要修道办道，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时间不够，我时间很忙，对不对？然后坦
来跟各位讲，不可能没有时间，是没有安排。你没有安排就没有时间，只要有安排，一定都切下切就会挪出什么 OK 的时间。所以像后学少的话1年100堂，多的话1年300堂课，你可能休假你就免做其他的代志，可是还是可以挪出时间。越忙就越需要什么安排，就越能够运用时间。好，所以时间是给懂得运用的人。每个人有没有哪一个人说他一天26个小时？没有。但如果你愿意比昨天早起1个小时，那是不是你就多1个小时可以运用了？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那最好的就是你变成你自己的，你那个行事历拿出来，自己来规划。你不要一直都接受什么别人安排哦。我听说啊，到场又有什么谁哪个讲师邀你去家访，等哪个讲师，不用你自己来排，自己来排，时间是自己的，那你就很容易掌握到什么这个空档的时间。要不然啊，讲师邀你，那邀礼拜二，那你礼拜二本来又有其他事，是不是又要挪来挪去？你会觉得自己的时间都被占用了。但只要你自己主动跟讲师讲，哦，我拜三而已，2人拜三出来，变成这个问题谁要去解决？你的讲师、你的小组长要去解决，这个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啊，修道，实际上这上天不管你过去多坏，他问你今天要不要改，办到呢？那不管你过去哦，你都斩我斗300，不管你过去，问你什么？今天办了没有？今天有办，今天有空。所以办道修道，实际上它是一体两面，看你改多少，看你什么做多少，这样了解吧？那你说我过去我这个礼拜已经做5天了，很抱歉，会体我刚我要今天去做多少，是不是这样？所以真正精进的人只看什么？只看现在当下，他不问过去呢。你啊，一直讲过去，那点然是当然也有理由说，那我回归回啊，我这点那可以不用再出现了。实际上修道不是拿来比较的，修道是跟自己赛跑。慈悲，什么叫慈悲？对方还没有开口，你就知道他想要什么，这个叫慈悲。所以妈妈会等小孩子在那边，妈妈我肚子好饿哦，才开始煮饭吗？不然，那么先煮呗，这个叫爱，这个叫慈悲。那你真的关心他，你就会看到细节。我们之前有一次办活动，300多个人，结果啊，请厨师去煮菜。那个厨师啊，他本身是自助餐退下来的。那你想，自助餐的老板已经30-40年退休下来的，会不会把菜煮得不好吃？会不会？那么熟了，再怎么煮，再怎么难吃，也比我们煮的好吃啊。可是那一顿饭煮的不好吃，不好吃，其他的浅显就会怎么样？那弄胃口养大了啊，一吃到不好吃的就什么，就抱怨了、哎呀，这个怎么每个人眉头都皱皱的，就有一个浅显，他就觉得怪怪的，他马上就跑过去，然后就约这个浅显说啊，哪天有空我请你吃饭。吃完饭之后，他们去逛一逛，就聊出问题所在了。原来啊，是我们这个浅显的先生啊生病，那个有在果然啊扭到了，所以啊，他才什么？他又担心哇，中午在这边煮完，你还要赶回去什么？照顾先生啊，所以心不在焉啊，味素加到可能加到盐巴还是加到什么了，就不好吃。所以你关心一个人，你就会看到细节。如果你没有关心，他已经很强烈表达他的情绪了，你会觉得你有看到吗？你会说有吗？没有啊，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度的人，我们自己成全的道亲，有时候他在跟你表达一些，可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是真的关心他，我们只是邀约他来到场而已，不是真的关心他的状态，那就会有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他在跟你表示一些情绪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好，所以很多人啊，就是想，那我要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一个细节？那很简单，你内心要清净。可是要清净，它有一个问题呢，你没有很多的外功，没有一定的功德，干扰会很多，你的心静不下来。那我举个例子啊，那蛤蟆，我们讲说外功啊，就是办道渡人，就好像那个蛤蟆我靠的什么那个壳啊，蛤蟆内底是不是很柔软？但是它那个外壳一定要坚固，因为它的内心很柔软。那这么强硬的外壳，就是我们修道办道渡人的这种外功哦。这边先跳过好了。各位学姐，大家想不想成道？那成道就能来造啊。实际上，后学一直觉得，你想要成道，你想要成什么样的果位，你就找那个果位的仙佛来什么，来效仿，你就学嘛。你就看，比如说我们崔氏祖不是有一位成点完师，归空之后叫悟明真人，对吗？成点完师，大师系祖对吧？你如果是大师系祖，你就效法他嘛。我每班活动回来，我就剪完之后拿去跟道心结缘，我看将来也是这个仙班的，这果位不会差太多。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果位，你就去学那样的仙佛。所以你想要将来能够自在逍遥，你想要将来人家能得你，那你应该学什么？学不修行菩萨应该学什么？学观世音菩萨。最起码你也得学自己的父母，照顾我们自己，无微不至啊。我们现在好像现在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小孩是有条件的，你好歹给他起，我就会来搞，这个都是好。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你想要效法的人，实际上他会建构你未来的下半生，通常就是40岁了，因为后学已经跨过这个门槛了。为什么知道跨过这个门槛？有一天起床，发现自己白头发很多了，都怎样都蛮细着了。好，你这辈子你效法敬仰的人，你会发现到40岁你在一起的这些人，大概就是你下半辈子就是这样了。你喜欢喝酒，你的这边朋友都是喝酒的这些他们将来就是你也下辈子大概就是跟酒徒在一起的。你喜欢赌博，赌到40岁还在赌，将来就是什么？雕咖的这些人，这些人，我们来道场，你慢慢的同修共伴，你会发现将来大家就是道德高尚的人。还有一点，想成道不要想说沾谁的光，沾谁的光。你一直想说我要沾我爸爸是讲师，我爸爸是点完师，我可以沾我爸爸的光，很抱歉的。如果这样子，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的儿子早就什么，他也成半仙半佛了，可是实际上没有。修行成道要靠自己，所以只有你自己要常去想，我要怎么样可以服务更多的人，怎么样可以帮助更多人，怎么样可以结更多的缘，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进一步。那这个就算了这是我自己讲给自己听的。要当好的讲师，就要当好的什么班员呢？实际上都是这样子。我们自己带班，为什么班员很整齐？因为讲师自己都没有缺课，所以班员就很整齐。如果讲师，我们一年实际上算一算没几堂课呢。你不信？我们讲说全勤，实际上没有几堂课呢，对不对？如果讲师请假请一半，你想班员呢？班员一定请超过一半好。所以实际上，我们说想要成道，还有一个叫愿力。你如果没有愿力，你不跑在业力成熟之前，那你一定时时刻刻都感觉到业力压在你身上。你想要出来办，你会发现工作不顺利，然后先生反对，小孩要照顾，什么一大堆。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出来道场办，你
你会发现，你会找到方法。这个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什么，密码怎样？所以既然每个人家里都不一样，我们常常问表演师怎么办，讲师我怎么办？那对吗？你该问问自己，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啊，后学，这个是因为我们前阵子上个月我们单位归空了一位前贤，40岁就走了。后学在整理他的这种就是追思会的这个相片的时候，啊，做硬体，想那么他40岁啊，后学只找了14张照片。40岁只剩下14张照片，还没什么代表性。你想，人的一辈子有什么好歌功颂德？有什么好计较的？你现在生气的事情，你现在高兴的事情，将来不见得能在你的告别式上面放上占到1秒钟的时间。所以各位先生，只有什么？只有跟众生结缘的这种照片，人家才会追思啊。为什么？很简单啊，你今天拍了一张照片，都是你的，你传出去有谁要看？没什么人要看。但今天是一个团体，五力五话五力，大家都会看照片里头有没有自己在嘛，然后再看什么这个前贤，就会了解我跟他曾经有这么一段缘，是不是？所以人一定要关心众生，众生才会想到你啊，这样了解吧？所以成道实际上决定在今天，不是临终那一天。为什么？因为那一位前贤，他从发病到归空3个月而已，他从来没有想到，因为他归空的前一天，后学还到他家去拜访到11点，然后他9点去睡觉，隔天早上就走，没有想到过。所以各位姐姐，你有没有想到过，很有可能你生命会有最后一天？那这一天是哪一天？那怎样你就厉害啊，对吧？好，第二个修道跟办道的比较，修道就是把什么很容易的事做到不容易啊，比方说打毛巾容不容易？很容易啊，10年都打毛巾容不容易？对不对？你说我们来整理佛堂容不容易？容易啊，每个初一十五都要发心来整理佛堂，容不容易？就不容易。所以修道就是这样的，从小的地方开始做。办道呢，就是把不容易的事情做到什么？容易啊！出去渡人容不容易？很难啊，不容易啊！成全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成全一个讲师，开设一间佛堂容不容易？难到不行啊！但我们现在好像也不是那么难，是不是？对吗？我们现在有组织了，我们现在走出去了，我们面对群众了，克服过自己了，不容易的事，现在想起来有没有可能成功？有没有可能？哇，你奶奶回答我这反正，我们有没有可能成功？是啊，实际上，你说我家设佛堂很不容易，是啊，你真的办到最后就会容易。为什么？你度的人他家都设佛堂了，你不设，好像面子挂不住嘛。然后啊，相对的你会发现人家很苦的，人家都设佛堂。我们学界台中道场学界有位讲师。他家为了他要设佛堂，他把客厅整个清掉，然后啊那个什么电视柜什么都清走，在客厅设佛堂，因为没有其他空间了。所以想要就会找出方法来，不容易，实际上也容易了。好，愿啊，接下来我们谈到今天的主题，剩下30分钟。好，我们在开始讲愿，实际上就是讲利他，帮助别人，因为只有帮助别人，才是真正帮助自己。你有没有发现左邻右舍的关系相处的融洽一点，真正受益的是谁？真的是自己。或许敢讲啊，你看为什么正和书院附近楼房盖得特别快？我们看啊，超过2个 block 就是2条街以外有没有盖房子？就没有盖这种高楼大厦，为什么只有正和这边盖？我在书院喝醋逼，他们那个附近的房价都可以翻2成以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当初我们是为了我们修办道方便，所以成立一个佛堂。
可是实际上，只要我们表现得好，周遭都会受我们什么影响。或许有一次去传体的时候，刚好就穿道场服装，走在那个荣华街啊，荣华街有一个前贤，其实他也不是我们道亲哦，他就跟我讲，你捌你是不是迄个一贯道？你敢捌一个姓韩的老先生？迄个人真正足好诶，迄个人足好诶，我足久无看伊诶，那都10年没看过他。他在讲谁啊？老前人呐，老前人。所以或许他在想说，对啊，咱修道讲修道办都最重要嘛，无人讲咱是好人。你看老前人，对不对？10年了，人家看到我们穿这样的服装，还要问：天，你认不认识那个老前人？这个才是啊。所以老前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彻底的利他。所以啊，我们只要征服自己，就征服了所有的众生哦。好，愿就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哦。我们花一点时间或许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档案有没有投进来，可能会宕机。或许给各位浅浅看一下，登记点。好，我们给各位，这个实际上是有吗？还在跑就对了啊。我们讲愿，实际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什么是愿，对不对？果然没有抛进来啊，没关系，我先看一下。哎呀，常破的人啊，为了开启错误，是吗？所以靠电脑毕竟不能靠啊。劝各位姐姐，有法子还是什么？用手写的比较好。好，那字库其短啊，给各位姐姐稍微看一下。当初后学的一些日记哈，那这个是很多本哈，那后学截录了啊，截录。大一的时候为什么朋友不来求道？一定是我没有体悟到道，我要努力，我要反省。然后那时候后学从淡水跑到淡海，就是沙仑那边去找学弟，然后路不太熟，迷路，然后又下雨又刮风，白茫茫的，很害怕。是啊，后学到最后，我想起来还有那个学弟还没求到，所以又勇气冲了。然后今天渡人没有成功，我跟老母求说，不要让我失去对人的信心。今天我同学答应求到了，我一路哭回我师团，我终于渡到人了这是我第一次渡人的时候。结果我刚回到我师团，电话就来了，说我不求道了。然后我真的就坐在那个电话旁边，然后那个风从，因为我们那个电话就在拐角，那个风直接吹进来。今天淡水的风特别冷。同学的奶奶过世，然后到佛堂磕头，希望上天给他治疗，能够让他来求道。然后这个是有人不求道，然后看起来就是武装的很凶，我不要你不要。然后有的时候外表看起来像敌人的，实际上他内心不一定是这样，这个是自我安慰。大部分外表像敌人的就是敌人啊。然后后来就想说，我们的共同点一定比我现在想的还要多，我一定要想出这个敌人身上跟我有什么共同点，我才会想要去度他。事实上，我们现在那个 DNA 非常厉害啊，各位姐姐，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座看起来大家都长得不一样，对不对？DNA 化验出来，我们有几%一样，你知道吗？99.9%是一样的，只有0.1%决定了我们现在每个人32项都不一样，跟他差0.1%，0.1还不到，差距只有一点点。再来，今天又被拒绝了，但为了要人家听到名师的召唤，我愿意再一次拒绝，因为我知道8亿一定是很多次拒绝之后。今天渡人没有成功，回程的路上，我害怕失败，人总是有自尊嘛，又失败了，失败会怎样？
生气啊，我开始骂上天，开始骂那一个人，开始骂我师团的学长姐。我这么信任老师，结果老师让我失望，没有渡到人。可是后来这个不知道哪时候又重看，所以啊，自己有补助说，原来真正需要原谅的人是谁？自己。今天办道学习当子女是很难受，为什么？没有发起，因为最近没有去渡人，就看人家在办道，心里很失落。虽然有当子女了，当然这个是早醒早想，但这是后学大一的时候。今天要渡的人没有求到，所以大一你看到没有？都是什么经验？失败的经验。今天要渡的人没有求到，因为他说仙佛要显灵给他看，然后写心里很有志气，我说我不是验仙佛，因为论断是上天的事，所以不是我可以做，我只是帮上天找出众生的需求，满足他们。欢迎大家想或回想。可是到后来真的不行，我就开始写表文，然后上上去跟济公老师讲，然后所求皆满。所以啊，我们那个十力菩萨不是有一条叫恒顺，知道吗？众生真的，我们济公老师不怕徒儿求他，怕的是徒儿没有愿力，不想办。你真的想办，你求济公老师，老师感应很大。好，讲到哪边？哦，还有，大二到大三哈，今天去找学长，想说要不要渡他，结果被学长说教，还说你不务正业。然后回来我就自己想，因为我们已经迷失太久了，所以啊，我们在做真正正经的事情的时候，会被别人说什么不务正业。所以啊，想到自己啊被拒绝的时候，要更感谢天恩师的。然后啊，我同学跟我说，他不是要求道，他是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所以你说你喜欢，你提供不完。然后啊，他说，我跟他讲，关键不在修行的方式，而在方向。方向对了，方法可以不要计较；方向不对，所以啊，怎么修都不会成功。然后同班同学终于来求道了，我为他从大二科到大三科的15个月的头，啊，上天回应我的祈求，然后换来一张什么不逃避的脸？为什么？我那个同学只要看到我走这边，他就走那边，然后路走过来，明明这一堂课是上这一间教室，他就拐弯，他宁可翘课。可是啊，求了15个月，求到了。再来，今天去学弟的宿舍帮他庆生，问学弟之前生日怎么过，他说他都没有过生日，所以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庆生。然后啊，我们就请他许愿，对不对？那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好，我下个月来求道。然后啊，下课在学校的侧门附近逛，发现人很多，心里头跟老师讲，老师慈悲一下吧，我要在这边再开一个新的佛师馆。然后啊，等到大三，学长都搬出去了，心里就在想，今天都要靠自己了。以前都是学长叫我去渡人，现在没有人可以靠，不可以给自己丢脸。那实际上啊，所有承担责任的都有一件事，这个从以前到现在。这已经20几年前的事了，到现在还是一模一样。就是我接了负责人之后，学长会怎样？绕跑不管我，因为我自己想办法。所以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差不多呢。所以啊，我们当讲师的一定要站在人家的旁边。好，学弟答应住我使团的，我看他睡不着，慎重跟他说：“学弟，把这边当自己的家，我们欢迎你。”晚上还打地铺陪他。结果隔天学弟说他没有睡好，结果我睡得很好。然后啊，今天去找同学，我跟他3年，他也是刻意避着我。然后我同学跟我说，我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欠了你什么？你怎么不放过我？你这么爱管闲事，这么管我的事。然后他就说，好了，我来求道。所以啊，或许就写。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来看众生，才会看到良心。渡人不需要什么技巧，只要什么？大家念一遍好了。渡人不需要什么技巧，只要什么？不放弃，不放弃。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不要放弃。学妹说要去找她的佛学老师，是一个出家和尚没有聊出结果。可是后学那时候就想，如果修行就是要出家离尘，那实在没什么味道，我不要。同班同学约去他的基督教团契，
这个歌很不错，我只记得一句，他的手中有全世界。牧师喜欢讲罪，然后大家反应很热烈。或许出了教会之后，我在想，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之后，还可以自己主动出去渡人。或许也用这一句话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座有多少人？今天除了上课之外，你还自己真的发起充满，要求自己走出去度化众生，走出去跟人家结缘。风格不一样，道跟教不一样，就在这边。道等着什么？等着团体活动。道靠自己来活动，教等着什么？团体来活动。啊，找一位学长一进门，他说他可以抽烟吗？然后讲一讲，他说他可以求道，但他很担心这一件事。他说我求完道之后，我是不是还会去找他？还是我只是满足了我宗教上的欲望，带人求道了，然后我再也什么？不理他了，后写回来就写，缺少了信任，再多的努力也不会造成改变。渡人不是只有求到那一天，而是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想法、心灵。最近学长晚上都讲同一部经，然后我听他讲到都会背了，我就跟学长说，可不可以换讲别部？他说等我看到你们改变，我就会换别的。然后去上课的时候，同学问我什么叫做语言，我就把我的学长讲的那个完完全全都不安了。那个叫什么？鹦鹉学语，都给讲过，给我问同学讲安了。我就讲给我同学听，然后补一句说你可以来求道，同学说好。所以同学就在想，对脑袋灌输同样的东西，讲出来就会很有力量。所以我们学长为什么一本经一讲了1-2个月还不愿意改？有道理，因为你还没有实践。当你去实践的时候，你就会有力量，你就会知道说，其实道理不在多，道理在什么？有力量。那什么叫有力量？说服自己啊。那当然，当初我们学长没有说服我。好，再来，今天去一位物理系学长的家，然后他到处都是空酒瓶，然后他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悲剧，然后他很会用专有名词跟我讲一大堆，然后他说他现在只要求自己面对社会，不要有理想。可是你想，这个人爱喝酒，是不是真的就是爱喝酒？没有障眼法。那时候欧选以前很喜欢读物理系，所以欧选读很多物理系的学长。然后学妹想要读他朋友，跟文化哲学系的聊宗教，然后争吵，所以欧选就觉得没有法子只透过语言来了解一个人，即使你口才再好都不行。再来看大四到大四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大四，你看今天有一个学弟看起来很疲惫，然后绷着一张脸，脸上笑得很假。那我知道他有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帮他。那我想我不够认识他，所以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分析他的问题，然后分析他的状态，希望他改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真正的是只要你能够了解，你真的认识他，真的了解他，你会发现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会很清楚。如果你不了解，就会有这种状态。好，那今天读到一个学妹她是团契的一员，然后她说她有感受到上帝的感召，觉得要为上帝做一些事，所以她决定求道就当做一个开始。她说后学讲了一句话打动她，就是人如果有道，人如果身上有道，可以让基督徒更接近基督。我想道跟教的差别就是道可以让基督徒更像基督，让佛教徒更像佛陀，让有儒家思想的更像圣贤。这个对不对？我不知道好，那今天渡人被赶出来，然后把我骂跑，回来才在想应该要把他骂回去。然后人会让人家讨厌，都是有自己看不到的盲点。学弟带一个朋友来，我很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喜欢高谈阔论，都不给，很喜欢插话，批评很多，批评学校政府，然后他的家人朋友。他出去，我就跟学弟说我要走了，结果学弟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昨天梦到济公老师，老师一手拿扇子，另外一只手牵我这个同学。你想，我不喜欢的人，结果济公老师跟学弟视线什么？他牵着他的手，所以啊，我觉得我太自以为是，老师比我高明，可以当我老师，所以啊，晚上学弟一回来，我就问他想不想求道。真的那个很会骂，就是那种叫什么国骂那种有没有？或者是单字的那种骂啊，就骂出来，然后就说好啊，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想啊，不要改变，不要去想要改变了，真正要改变是自己。所以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先入为主，我们觉得这个人不好，实际上老师却选择这一个人，为什么？这一门功课是我们没学过的。所以渡人不要先预设立场，成全人不要先预设这个人得来开法会，偏偏就是这一个人，老师选他要来开这一班法会。好，再来，今天去考我同班同学，成绩很好，开语艺人，然后我问他要不要来佛堂求道，他跟我说，他说我很羡慕你有那么多事可以忙，我觉得你看不起我，然后啊，为什么都没有邀他去我们佛堂？所以回来后学就写呀，原来我们因为害怕受伤，因为怕说对方成绩很好，邀他一定不会来，因为害怕失败、害怕受伤，不敢开始的事情，有时候不但伤害我们自己，也伤害什么？伤害对方，因为对方非常小。所以办道要怎样？一路到底，不要先判断再行动。再来，今天去渡人失败。因为他的家境，他说他家境很好，不缺道。好，这种人啊，管现象的时候，或许想到，如果大家都有道，谁来渡人？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少数被选来办道的，所以我们拥有的物质少，但我们可以享受生命。实际上这样子啊，我们如果真的要讲赚钱，我们比不上很多人，但我们确实比人家享受生命。好，同学答应来求道。这已经大事了，所以他说啊，他观察我4年，觉得我4年来言行如一，断定我不会骗他，所以答应在毕业前来求道。听完吓出一身冷汗，哦，所以各位先生小心啊，那些跟你讲不求道的人，他们在观察你，看你是不是什么言行如一。好，最后。晚读当主讲，然后问一位很高兴的学弟，问他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说啊，因为我醒了，能觉醒是一件快乐的事。所以我们讲渡人成全人，是因为我们怎样醒来了？感谢天恩师的，我还醒着。这个是后学大学的这个渡人笔记，当然上不了台面了啊。但实际上，后学常觉得，为什么要给各位看？太难关掉。为什么要给各位浅显分享这一段？实际上，本来就是这样子。愿就是你最想要做什么。有时候，尤其是接近道场10年、15年的浅显，常常都会觉得，啊，课我们都听很多了，还要去吗？光会去很多次了，还要去吗？会不会有这种心态？会的，是我们常常忘了，你渡的人，他们还没有听过这堂课。你佛堂新求道的，他们还没有去过光会哦。你虽然去过很多次，你有没有当过向导？也没有。所以实际上，你想要做什么？来道场你想要做什么？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刚接近道场的时候，你当初想要做什么？你把它回想一下，或许如果有时候会退，或许去看以前自己渡人的或者是修行的这些笔记啊，看一看，真的信心满满。各位学姐不信可以去试看看。然后最想为道或者是为道场做些什么？我要讲快一点了啊。所以啊，很多人说佛堂没有道气，实际上道气从愿力里头来的。愿力是从信心来的，信心从相信因果来的。这个先不讲。怎么样知道
你有信心，怎么知道你修行进步了？这一定有标准，而且是很客观的标准。各位学姐，怎么知道我修行，我修到进步了呢？实际上就是这样，你对因果有没有更相信而已。简单讲就是这样。我们跟修行跟学术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什么？就在你内化。你有没有真正相信，然后不去做什么杀盗淫妄酒这些事？因为你知道这些事，它可能会造下什么？造下性罪，或者是造下什么一些罪业。所以有今年比去年更相信，今天比昨天更相信，这个月比上个月更相信，恭喜你，你修道在进步。如果发现不一样，那你要检讨一下，有的地方你没有改。所以如果对因果越来越不信，那你会变。深信因果是大福报、大智慧，所以我们讲信，愿力的前提是信。所以我们最后法会最后一堂课讲什么？信愿，信愿，先信。所以能深信因果，福报、智慧。好，愿力有什么作用？这一句话，先佛讲的，没有礼天共办的誓愿，就没有人间同修的因缘。所以有愿力，就好像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房子有电了，电灯一切开，看得清不清楚？清楚啊！碰到障碍有没有儿子厉害？可以啊，因为有光嘛。对啊，知道，而且啊，自己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清清楚楚。没有愿力，就好像什么？房子里头没有电灯。我们不要以为现在这个不可能，或者前阵子看网络说有一栋房子不知道盖了几十层楼，没有盖电梯，是不是？所以什么事都有哦。好，没有愿力就好像住在黑暗，你有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所以啊，你看不清楚自己有什么，人家在帮助你，你瞎了眼，你看不到，所以啊，不懂得感恩。愿力发愿可以帮助我们开慧眼，让我们看清楚什么自己还有周遭的人。好，再来，各位学姐，我们常听到这些状态，有的人说我活得很痛，有的人说来道场有压力，有的人说我们最近生活出了一些问题，我有烦恼，我有很多妄想。实际上，这些通通是因为没有愿力，不是因为我缺了 iPad， 不是因为我开什么烂车没有开法拉利，不是因为你没有时间，是因为缺乏愿力。剩下10分钟，发愿实际上就是怎样？第一个力量就是神人亲近。当你路走到绝的时候，上天就来接手。后学讲后学当初到泰国去帮忙，不是开荒，去帮别人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在什么呢？都在凉亭底下开课，不是借房子哦，就是借，因为泰国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雨遮有没有很大，所以我们都在雨遮，在路旁的雨遮就开那个研究班，然后跟人家讲课。就那一次刚好又下雨，哦，我看大概几百位来听课的班有3个还是4个，会不会信？我们开了8个小时的车，结果才3、4个人，一争水套讨厌上去啊，所以很灰心啊。所以晚上那个班就很早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就要回去了。然后那时候有一位陈讲师啊，他就问后学说：“那讲师，我看我们这个明德班收掉好了，收掉好了。”然后后学想说：“对啊，也没什么人嘛，越办越没道气。”后学说：“哦，要不然我们跟点燃师讲，这个班先什么停掉。啊，因为下雨，雨越下越大，后来就到一户人家。”那一户人家啊，哦，高级，它不是那个椰子的那种房屋顶啊，它是水泥砖造的建筑，哇，赞得了！我的陈讲师说，对嘛，要开班也要在这种地方开，才能显出道的殊胜。结果啊，那个屋主啊，那好像听到外面有人出来看，一看到我们。他就说他也有求过道啊，请我们进去。然后啊，他就说啊，我一直在想说哦，我这边应该要来设个佛堂，要来开个班。结果我们就本来是决定要收了，
他说他家要设什么佛堂，我能够好啊，我们再找地点，要不然我们跟点完师禀告，看可不可以设。后来就在他家那边设下去，然后啊，在正式在邀约的时候，哇，来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啊，你以为路已经没有了？其实各位姐姐，如果你办到你曾经为道路哭过，上天就被你感动了，真的。不信你问点完师，问中医治班的讲师，站在前面修道5年、10年的这些讲师，每一个人一定都为道路哭过。为什么？因为一个道歉好不容易看起来很发心，突然就说不来就不来，那个是很难过的，好像突然被人家什么，被人背弃了一样。有一些还怎样？他还不打紧，还改信其他的，拉了一票人去，哇，那等于是自己的地盘突然被人家攻城略地，那更难过。可是实际上路都不会绝，当你觉得路没有的时候，上天就来，上天的力量就来。再来发愿可以怎么样？消灾弥难。这个是最近后学这几年的想法，这几年走很多位前贤济公老师要用你，实际上魔王也在找。为什么？你成就了魔王，就少了一个兵将可以用，所以魔王也是同样在找。你会发现，我们渡人啊，如果你有愿力，你会发现，你看什么鸾堂的姻缘啊，其他那种属于宗教类的这种姻缘，不太能动摇你的本性。可是如果你没有愿力啊，很容易就什么求得道人公，哪边不错你就出去了。那实际上，我们讲愿力，它还是有一些差别求道的愿力比较偏个人，然后法会的愿力比较偏整体。所以法会的愿力都是像我开荒下种，对不对？像开设佛堂这种是跟整体、跟人有关系的。可是求道的愿力、食疗大愿比较偏诚心报守、持心修炼，比较偏向我们个人怎么修持自己。所以叫做什么？我这个等一下会讲。那再来，天职也有2个。一个是讲师，一个坛主。讲师的天职实际上比较偏个人，什么意思？讲师的情况，你要讲可以自己选择啊，对不对？自己可以来讲。但是坛主不一样啊，今天初一十五你就要打电话出来邀约啊，所以坛主比较偏向个人，然后整体的，坛主比较偏向整体，那讲师比较偏向个人。行功跟了愿还是有一点差别。那我们立过的愿力大概就这些：10条大愿、6条大愿，研究班还有3个，办事人员、讲员、讲师。佛堂有2个一个是副坛主、坛主，那位亲口的，就是讲员，如果亲口就叫讲师，然后坛主，副坛主变成坛主。那还有一些叫通愿，就是尊师重道、谨守佛规、丁师调遣、代天宣化，这个是我们每一张表文的通愿，就是说你。不管要立什么天职，不管你要发什么愿，必须要尊师重道、谨守佛规。那丁师调遣、代天宣化是讲师天职或者是坛主天职，一定有的。为什么一定要尊师重道、谨守佛规？你老婆，你讲越多，不是道场歪越多。好，那实际上这个有一阶一阶的，所以我们求道的时候叫天法卦将来法会叫佛盘入特，研究班叫名列仙班。就是这个仙班不一定只成道这个仙班是指你取得什么资格而已啦，取得资格，取得这个都不是说绝对就成就。那我们现在道场真的也是很希望大家能够鼓励大家，我们月底有一班什么重发心愿班，实际上各位学姐，你回去衡量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愿力可以做，那好好去做。我们讲众生经团，实际上讲到盛世凡事，它的牵扯就在时间了。岁月不饶人，首先不饶谁？坤道逼人，机会不等人，不等男人所以各位浅浅，不管钱道、坤道都要把握机会这南极仙翁的训语就是希望我们这里实修，今年不修，今日不修，到哪时候才要修？量力而为这个。很多浅显都跟后学讲说，修道办道要量力而为，要量力。各位浅显，我们立的愿力是什么？我们立
力的力前面加一个字，叫不量力而为，是吧？所以不量力而为就是要全力以赴了。哦，那各位学姐，我们如果真的发心想要来修道办道成全人，一开始的时候能力不足，只要你够真心，进步很快，而且人家会护持。各位学姐，你修办道成全道亲，有其他人帮你护持的举手？弄有吗？一定有。好，我们很多都以为说护持的一定是点传师讲师，实际上根本不是，很多都是他的邻居、他的室友、他的就是你原本没有设定要度他、要成全的人，他们会来护持。如果你有愿力，所以量力而为也是很好。修行要量力而为，办道要不量力而为。哦，所以各位学姐，我们很多道理后学都只是把它很浅显的跟各位学姐分享一下而已。哦，退缩不前。所以很多人他说修道之后，他们失去一些朋友，可是实际上后学觉得在道场找到一些好朋友，你会更知道哪些朋友更值得交。修道会有考，真修真考，当然。你如果修到5年、10年还在考，恭喜你！上天要你不是来求道，上天不是要你来办道而已，上天要你来什么？要你来成道。所以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是你。所以你是上天选定要你来成道，你身上就要证明这个道，所以上天呢验你的品，验你的道心。所以改脾气毛病，从最严重的不要害怕，最严重最难改的那一条，给它改下去就对了。没有改，你愿发了100次，还是会怎样？还是会再来的，这个叫轮回哦。好，各位学姐，如果你求仙佛，仙佛，你有事情跪在佛堂前面求仙佛，就代表怎样？你相信仙佛，对吧？所以我们才会求。那你如果求了，仙佛没有帮你呢？代表仙佛相信你啊。所以各位学姐，你莫讲啊，我求神都无用，实际上有哦。好，然后简单把我们的法会6疗院稍微归类一下。众圣经法讲的是你对工作的态度，有时候冲突到了。那个我们彰化黄点师啊，常跟后学讲，他说以德为真谛，以道为前提，冲突到以道为前提哦。你不要说每次都到场，但你好歹5次里头也应该有个3次、2次要拨出时间来到场。再来采法上师讲的是金钱的，有些人说我都有在成全道亲啊，我都有在上台讲课啊，所以我不用财师。不是，这只是你对钱财很坑吝啊，舍不得出来而已啊，所以是钱财。七口如数讲的是慈悲啊，对人对众生啊，对这些其他异类众生的这种慈悲心。开设佛堂讲的是传承，办道不是只办我们这10年5年要传承，你走了，这个道还可以传承，就必须要开设佛堂。如果希望一个地区可以传承，那就要开公共堂；一个家族可以传承，要开什么？家庭堂。再来开放架种，讲的是承担。以前是前辈指派你到哪边去你就去了，那我们现在并不需要这么那个，我们现在是可以大家不用你1年就舍在外面，你只要什么安排时间，舍1个月，舍10天都可以。我们有一位梁姐，她说我一定要出口开荒，可是我最多出去7天，为什么？因为业绩温成啊。他一定要挣那一颗枕头啊，所以他最多要7天，7天都睡不好，第8天已经不行了，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啊，7天就要回国了。他一样啊，了愿啊，开荒下土，他还是可以。舍身办道就是全力以赴。好，各位学姐，我们讲最难立的这一条愿就好，怎么舍身办道？当然这个是后学给自己的期许了啊。讲出来参考，这个不是标准啊，标准是指这个我家庭准备，我怎么样来规划我后续自己的生涯里头，我准备怎么样舍身办道。每天早点起床，因为时间是上天的，早点起床。你有娃子6点，你就6点起床，5点就5点起床，早点起床可以干嘛？我们可以有很多事情做。然后第二个，
每天要问问自己，今天有没有热爱？这个工作是指道场指派的工作哦，不是说是不是在追求道场指派的任务了？这应该热爱任务，还有什么？我们的道场，实际上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件事。各位学姐，我们佛堂定的目标，你有没有把它写在你自己书桌的前面，夹在你垫板的下面？佛堂的3多4好的目标，你有没有把它写在这里？没有，那你怎么可能会动心？没有，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目标还没达成？所以一定要写。参加研究班、带班一定要。然后每一次出去渡人，成员拜访道亲，不见面，当做什么？还没有成功，我一定要找到他，答应。少看电视或者是不看电视，所以要买2手的，可以跟后学借下来。每天手写，每天写修行日记，因为后学发现，这个实在很难啊。后学发现后学年过38岁之后，记忆力大不如前，所以我发现一定要写日记，不然讲过什么、做过什么都忘记了，只好写下来，白纸黑字自己赖不掉。所以自己要写修行的日记，当然每天要求自己要读一些经训。为什么读经训？读一些经训就等于仙佛活在我们身上，仙佛活在我们的什么脑海里。打电话给什么度过的人，你度过的人越多，那恭喜你了，你不用出口开花，你给他看北来上。每天问自己有没有怎样全力以赴所以或许我觉得舍身问道这一条约，或许可以我给自己这样的要求。所以，如果得到对你是一件很重要的，在你生命里头它有分量，那么全力以赴是很简单的。今天工作老板给你8万块，你就会全力以赴。老师给你超生了死，用要行哪歪行？那到底是跳啊不跳？所以办事人员当上天服务，当上天的守灯员，我们讲师讲员。来天仙话当上天的嘴巴，坛主当上天的什么代表？因为现在子期子孝了，靠我们来表现，所以我们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什么代表有眼睛有嘴巴，你不讲道，你不度人，我看他们很难自己来求道坛主就是人间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个是济公老师讲的。求道就是跟真理做朋友，办道跟菩萨做朋友，那没赖了想听骂骂菩萨。可是我们如果有天职，那不得了，我们做的事情跟菩萨一模一样，度化众生，所以我们是菩萨的什么同事、同道中人，真正后摆等于提点，无较大无较细呢。是啊，各位青年要有这个志气啊！这边这么多条件，实际上这个是表文里头通通都有的耶。尊师重道，谨守佛规，改脾气去毛巾，然后听师料钱，始终如一。这里头写指标听师料钱，因为这个讲服从实在不容易那种我袂使，我囝遐细汉，我爱你永远都还是考虑到什么自己，所以听师料钱这一条要修炼了。各位学姐有没有什么充实道学的办法？因为太多人说他要渡人，可是他不知道要讲什么。或许有答案，看有无？看无，所以跳过一把有听过。不是在书本上念过经典、读过经典、上过伦理培训就懂得什么道学了，不是这一件事。而是什么？真正你平常懂得做人处事，你就知道什么叫道学。你懂得什么叫将心比心，你身上发大慈悲心就有大智慧，真的是这样子。你看到人底下在哭，你风法就想出来就会较救了，这哪需要去研习所以真的办到渡人，实际上他研习的成分很少。但是回过头来讲，有准备一定还是比什么？没有准备好，所以研究班还是要上，研究班还是要上。所以碰到问题，或许觉得你要充实道学最简单的，你就去想一下自己度的10个人，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
这些人问的问题，你想办法把它学会怎么解决，学会怎么回答，基本上你的道学一辈子够用。哦，那种道友啊，反都不都有问题了嘛。后学跟我们自己正营单位后学都这样子跟他们分享。你不要只拿问题，很多人问到问题要问本别人是慈悲该怎么办？害谁？那么那个他们哦，或许在那个讲师培训班，他们问了讲师怎么办？或许说抱歉，你不要问我你碰到什么问题，你把你想怎么样解决的办法拿出来跟我讲，这样了解吧？你不要只提问题，你要把解决的办法讲出来。然后呢，不要只提一个，提一个好像就只有这个方案，至少也想2、3个问题，想2、3个解决方案。然后呢，接下来。你讲一下这3个方法里头哪一个是你真的觉得好的，然后它的好处、优点在哪边，缺点在哪里？如果你能够这样分析问题，各位学姐，你有没有解答？有没有？有啊，是啊，所以问题拢也是家己出来，家己解决。那我水电文书的解决，哪有那么厉害？当然有可能表演师很厉害，但或许觉得啊。点完师毕竟是见多识广嘛，那我们有事情请益点完师可以，但千万不要所有的事情都推给点完师，这个是不对的态度。但不好办，哪有这种事？障碍的是我们的心，没有愿就没有力了。所以放下恐惧，办到不难。这些我习干了哦。这个讲道跟胡说八道哦。北部有一位张点文师，他度一个他的同学，度10年度不起来，然后后来啊实在没有法子，想说要放弃了，把他带去给前人见一下面，然后啊他这个同学朋友跟前人就聊天聊完出来之后，他就问说，哎你觉得怎么样？说很好，那你可以求道吗？可以。哇你那大细目查遮济，我度你度10年，你拢不爱求道。我们前人讲一讲，你就说要求道，他说。你们前人讲的是道，你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所以要修道，实际上还是要认理的哦。然后很多人都不喜欢被推销的这种感觉，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好东西，所以只要我们身上有好东西，他们就会想要接近我们。你们不用怕他不来求道，因为我们身上有好东西，他就会怎样？一直跟你聊呀。哦，你不用怕说他会跑掉，会流失。理念对了，走一辈子；理念错了，走一阵子。啊，千万个理念不如一次实现。讲的是什么？执行者，所以讲的是始祖的成员，啊，就是我们所有组大家在推动执行的。可是啊，实际上一个好的理念也可以带动什么？千万次实现。将来各位学姐都会变成要领导人家的，都会变成忠义之班。所以啊，当你是领导者的时候，理念就很重要。我一开始是方法能力很重要，可是慢慢的就变成是德性，还有什么包容很重要。所以各位学长，这个理念跟实践，大家2边都要提倡。不圆满，要求自己，然后你是圆满的，去看底下的人。各位学长，我们知道，哎，时间到了哈，15分。济公老师最喜欢3个徒儿，要不要猜看看是哪3位前贤？这么得天独厚，济公老师公开在法会说他最喜欢这3位徒儿。各位前贤，老师说他喜欢尊师重道的徒儿，老师说他喜欢谨守佛规的徒儿，老师说他喜欢众圣轻凡的徒儿。实际上，所有的愿到最后浓归。我们所有的愿到最后就一条而已了，就是什么？众圣轻凡。各位亲爱的，大家再念一遍啊！众圣轻凡，做不做得到？勉而行之，要求自己哦。只要你能够做到这3个，甚至任何一个，你就是济公老师最喜欢的什么徒儿？我们要做济公老师最喜欢的徒儿。那实际上天师调遣也是啊。为什么我写要讲？因为大部分人都害怕有压力，没有人逼你会自己改变吗？没有人逼你会自己设定目标吗？没有人要求你会自我要求吗？通常不会。所以啊，有人要求你，你要心怀感恩。如果没有人逼你，
你一定不会改变。所以会逼你改变的是你的贵人。那些跟你说啊，你不要再去了，太有压力，有压力不要去了，那些都是损友。所以对你要求最高的那一位点完师，你要把它当做什么？这辈子的贵人，包含灵宝师对你要求最严格的那一位前贤，就是你在道场最值得敬重的贵人。可是通常事情刚好相反，那可能这个人那个的相的点但你要了解，没有天与天共办的什么誓愿就不会在一起了，所以一定是上辈子一起发愿要来办的。我们讲一周一日行，实际上后学把它补充一下，还要一周一日学。我有什么事情还不会，一事不知，儒者知什么？耻啊！一周一日修，还有什么还没改？有什么专题我不会讲的，我来学讲；有什么人可以度，我来度。我有为上天找好人的吗？一周一日行，一周一日成，我进步了多少？那上什么我写的很客气呢，刚好6天有1天是礼拜天休假，所以很客观的学修讲办行，最后成。所以每个礼拜我们这样子要求自己，会不会进步？会啊，对不对？不要说我一周一日行，我有去了，我有出去1天了，也许最低标准，因为没有标准，你就不知道开始，所以讲意义不是说我有做到就很圆满。所以以前老前人说，谁修谁得，谁办谁成，知道道好，没度人，没行功，什么叫好？来佛堂就吃饭聊天，怎么成道？所以人生不顺，恐惧要想那些曾经为你铺路的人，还有一定有人需要靠你来铺路，你就不会退转。所以修道要努力退一步，办道要拼命进一步。百尺竿头，你去年度了100个，今年再加10个，每年提高目标。那你说提高目标不是提高压力？实际上不会，因为你认识的广度变广，实际上你的压力是减半的。好，那应该差不多了。那同学有愿有方法，不会放弃，才会尽全力，才知道不容易，才不会当儿戏。我们一起念一下济公老师慈悲的这一段话，好不好？来，天长荒，地悠老，故国锦衣良将好。爱虎东征回家日，师为弟子解战袍。所以你看老师都看中我们是什么？良将呢，不是消一介将呢，是1点1的派来的人间所以我们来这边东征西讨之后，将来回天。老师说，老师来地昏罪所以各位学姐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真的将来回天面目那祝各位学姐大家都能尽心了愿，回天面目，道成天上，名留人间。或许今天就学讲到这边，不圆满地方多学些我慈悲这尊，请讲师补充。谢谢大家。赞！刚